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八度空間，我係主持艾伯特啊。咁啱啱喺呢個廣告之前呢，就聽咗首歌就叫做《非常夏日》啊。大家覺得係咪好夏日、好深馬呢？咁啊冇錯啦，深馬呢就做咩好呢？就係當然係去 camping 啦，即係去露營啊。但係深馬其實仲未到啊嘛。咁如果而家去唔到 camping，可以做啲咩呢？就可以喺屋企睇 Netflix 睇呢個 Battle Camp 啦，就係呢個戰鬥營啊，或者唔知咩戰鬥營啦，中文。咁呢個Netflix 嘅係一個遊戲節目嚟嘅，咁點解會同大家傾呢？因為我覺得呢個遊戲節目呢，真係好發人心醒，好值得思考，所以呢，如果即係大家有興趣呢，就繼續聽落去啦。咁聽之前呢，如果大家譬如聽下突然間想參與啦，即係想同我傾兩句呢，就可以係 send 呢個短信嚟呢個626-263-0480，就係我會睇到嘅話就會同大家傾兩句嘅。咁啊，講翻呢個 Netflix 嘅 Battle Camp。咁 Battle Camp Netflix 嘅 Battle Camp 就係一個真人 show 嚟嘅，即係揾啲真人去一邊玩一邊拍嘅真人 show。咁參加者咧就係 Netflix 之前參加過其他真人 show 嘅參加者啦。咁其中咧最出名嘅就有呢個魷魚遊戲真人版嘅參加者啦。咁仲有其他就係參加過啲 dating 嘅真人 show 啊，或者有一個係講地產嘅真人 show，或者係其他 game show 嘅真人 show。總之佢哋就係喺其他 show 嗰度執過嚟嘅參加者嚟嘅。咁咧，大家咧就係叫得做 Battle Camp 啊嘛，所以大家就韞住一個地方就露營一齊其實都唔算露營，因為去到啲 camping 咧係好 fancy 好靚嗰啲嚟㗎，即係住間 cabin 啊，嗰啲住啲屋仔咁好靚，咁周圍地方好靚。咁啊，即係西人嘅露營就係比較有米，比較 upgrade 嘅，即係唔似我平時我自己本人咧就係比較平民，就係攞露營啊，即係攞個營去露咁樣嘅。咁佢哋就係韞埋同一個地方露營啦。咁一邊露營咧就一邊喺度進行競賽啊！咁競賽最後尾梗係有贏噶嘛？贏嘅目的係咩咧？就係為咗呢個25萬美金嘅獎金咁樣嘅。咁究竟有幾多人參加呢？咁遊戲一開始嘅時候咧係有12個人參加，就分成為3隊，每隊就係4個人。咁根據我細心嘅觀察咧，嗰個隊形啊，即係嗰個隊嘅組合咧，係有個細心嘅設計嘅，係 Netflix 有設計過嘅。咁每一隊咧就係首先包括一個大隻佬，咁就係通常就係一個運動健將嚟嘅，就包括另一個 fit 女，即係好 fit 嗰啲啊，就係另一個係運動女將嚟嘅，所以一個大隻佬一個 fit 女。咁第3個隊員咧就係一個特色女性啊。咁特色女性就係可以包括好多嘢啦。政治正確嚟講咧就係高矮肥瘦咩都有。咁而家肥就係唔要講肥嘅，叫做體型豐滿，就係總之高矮體型豐滿瘦乜都有嗰隻即係黑人白人咩都有咁樣嘅，就係好政治正確嘅。咁唔係運動員嚟嘅。咁有特色女性，咁當然有特色嘅男性啦。咁特色嘅男性咧，即係每一隊有一位啦。咁其中一位咧就係疑似係印巴籍或者菲律賓籍嘅男性，就係瘦瘦削削好細粒嘅。咁亦另一個咧就係一個疑似就LGBT 嘅男性，就平時好貪靚嘅。咁行為有少少女性化嘅。咁仲有另一位咧，即係有3隊，每一個有一個特色男性啊嘛。仲有另一位咧就係一個嚟自呢個魷魚遊戲嘅背叛型玩家，叫得做背叛型玩家就係佢成日都係督人背脊嗰啲人嚟嘅咁樣。咁而家我哋咁多人，有12個人，呢一紮人要玩咩呢？咁咧呢個Battle Camp 咧喺日頭嘅時候咧就係做啲體力活啊，即係要做啲體力勞動嘅嘢。啲所有遊戲咧喺朝頭早咧都係體力勞動嘅，即係參加啲體力競技嘅遊戲，即係咩撐船、爬山啊、周圍走啊嗰啲咧，即係辛苦命嗰啲咧，就係朝頭早做嘅。咁咧夜晚嘅時候咧就玩另一樣啦，就玩輪盤轉咁樣。咁輪盤轉為咩咧？就係輪盤上面咧就貼晒啲人名喺度，轉中咗嗰個人嗰個名咧，嗰條友咧就即時執包袱，即時西走，即時出局。就係咁簡單。咁輪盤上面啲人名究竟點嚟呢？就等我話俾大家知啦。咁輪盤上面咧，首先有18格。咁朝頭早咧，頭先講過，朝頭早係玩競技噶嘛。咁3隊競技完之後咧，輸最後一名嗰隊咧，就全部嘅名就上晒輪盤，就冇咗4格，即係佔據咗4格。咁另外咧，贏咗第一嗰個 team 咧，就可以咧隨意捉3個人出嚟懲罰。
咁懲罰咧就係唔係淨係懲罰啦，就係懲罰其實都係另一種競技遊戲嚟嘅。但係嗰種競技遊戲就唔係完全係體力啦，即係同智力有關啦，即係可能答問題啦，亦都可能同忍耐力有關啦。即係唔知叫你喺冰水裏邊浸到你頂唔順為止啦，亦都可能同膽量有關，即係攞隻蜘蛛出嚟問你敢唔敢食啊嗰啲咁樣，即係一個懲罰性嘅遊戲。咁懲罰遊戲輸咗裏面嘅，即係冇攞第一名嗰另外兩個，即係輸咗嗰兩個咧，個名都會擺上個輪盤度轉。咁頭先話有18格噶嘛，你而家擺嚟擺去都仲有好多格剩喎。頭先加個4格加2格都係擺咗6格，仲有12格。咁係我嚟做咩咧？就係因為有12位玩家噶嘛。咁最後嘅時候咧，就每個人咧就投一個你自己心裏邊最想去走嘅人，然後咧投完票之後咧就擺埋上個輪盤嗰度。跟然後咧就夜晚就一齊咧就攞嚟轉咁樣啦，所以咧就有4個係輸咗嘅，即係第一喺遊戲體力遊戲輸咗嘅玩家一定上去啦，跟住有2個咧就係懲罰遊戲輸咗嘅上去，另外嗰啲12個咧就係大家互相投票嘅。咁所以呢個 game 裏邊咧，大家聽落咧應該都知道有呢個體力勞動啦，有呢個競技有衝擊啦，有呢個膽量嘅測試啦，又有考你智慧。仲有呢個勾心鬥角嘅投票啊，聽落係咪好刺激咧？所以咧 ，that's why 要同大家介紹。咁點樣能夠喺呢個 Battle Camp 戰鬥型嘅遊戲裏邊脫穎而出，贏得25萬獎金咧？咁係其實我觀察完之後係有方法㗎，而且方法仲會令到大家覺得哇咁出奇，原來個方法係咁嘅，原來贏嘅人係咁樣贏嘅，真係十分之出奇。咁究竟個方法係點呢？咁我哋就聽首歌翻嚟就再繼續傾啦，係咪？咁如果中咗25萬獎金，我唔知大家想點樣做呢？咁我就會可能好想好似呢首歌咁樣咧，就唔使做，即係阿老細就奈我不了，奈何我不了咁樣樣。咁呢首歌就叫做《大懶堂》啊，轉頭翻嚟繼續傾。